禮拜二啦，生日停課啦，屋企大細冇嘢做啦。爸爸媽媽做乜嘢啊？我哋今日放假喎，但係就冇風咯喎，我做咩啊？阿仔，我去捉魚啦！一家大細獨家捉魚，幾好啊！捉到就加餸啦，捉唔到都係個娛樂啊，幾開心。海洋酒店為你帶來真正嘅海洋感受。海洋公園啊，原來呢個冧樹啊，哇！咩啊？啲人話我冇咩畫家三道協表啊嘛，你冇睇小部畫家三啊嘛，我被帶風向啊！50年啊，50年樹齡啊，8層樓高喎都落。即係畫家沙嚟之後就係冧樹啦，海洋酒店啦，真係變海洋酒店啦，同埋澳門嘅捉魚活動啊，私人嗰度捉魚。唔係啊，香港人最叻就係啱啱返學啊嘛，無論世事變改啦，還是越難越翻啦。